台沙石仔车甲客运相撞，拢总15个人着伤送医，其中一个乘客救无回来。初步调查是沙石仔车失控造成。今年第7号风台范苏哥今仔日早起8点形成，拜四拜五是上晚近台湾的时阵，专家提醒最近有可能出现3粒风台做火架的情形。美国甲日本达成贸易协定，会对日本扣15%的关税。另外，美国甲菲律宾、印尼也达成协议，会对这2个国家扣到19%。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3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甲日本来达成大规模的贸易协定，会对日本对美国呢会来投资5500亿的美金，也那美国对日本是会扣到15%的对等关税。另外，这美国甲菲律宾、甲印尼也来达成协议，会对这2个国家来扣到19%的关税。也那中国目前知影的是，第3轮的这个关税谈判是伫后礼拜来进行。美国甲日本的关税谈判有结果，美国将日本进口商品扣15%的对等关税。日本同意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金，美国会为内底得到90%的利润。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第1日伫社群媒体宣布，表示已经甲日本达成一项，可以讲是可能史上上大规模的双边贸易协议。日本首相就泡沫23对记者表示，安怎看待这个谈判结果？要等详细确认谈判甲协议的细节了后才去讲。另外，川普第1日伫北京接待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President Trump, share your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We love them. Can you get a trade deal done? And we respect their leader greatly. This is their leader. Thank you. Can you get a He's very tough on negotiating, but that's okay. President Marcos, think we'll get a deal done today, sir? I think we will. 与会了后，伫北京办公室会谈。会后，川普宣布双方完成一项贸易协议，包含对菲律宾输美商品扣19%关税。美国出口到菲律宾的商品会付零关税待遇。随即，大文阁表示，甲印尼正式达成贸易协议，印尼取消因99%的关税比率用零关税，印尼收访美国所有的产品会付19%的关税。也佫有伫甲小马可仕的会面内底，川普也证实无偌久就会赴美中领导人会面。President Xi has invited me to China, and we'll probably be doing that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甲中国的关税谈判，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表示，会伫1月29、2日，甲中国财政部长兰佛安伫瑞典斯德哥尔摩讨论延长原本8月12到期的关税暂缓期。这是美中之间的第3摆经贸居然谈判。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另外来看，这美国甲台湾的关税呢，到当时还未宣布一个结果。前行政院经贸谈判的代表郑振中是表示讲，希望美方会当知影讲，咱台湾对一开始就愿意来配合美国，好让美国会当持续甲台湾来谈判。Taiwan from the beginning is taking very cooperative approach from president until the ministers. They all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they want to cooper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not necessarily agree with some of the measures U.S. takes now, but we understand the reason behind it.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balance between U.S. and some of its trading partners. 大致中是指出讲，看到附近的国家呢有甲美国超出关税，结果也毋过咱台湾国内呢，即马社会情绪是变甲无啥稳定啊。地震中分析讲，在台湾呢，伫咧加强转运管制，也佮有推动市场准入的方面会当做愈侪。也若前美国的财政部的这副助理部长呢，是认为讲，这台美的贸易谈判有真侪重点，伫咧8月初一进前，可能也无通讲出一个结果。来看这对等关税的期限就要到啊！美国的财政部长呢是表示讲，这8月初一就是大动，美国要因为要达成这个协议，就要降价要求。面对这30%的税率有风声，这后面呢，即马是咧研究反制的计划。另外，互人扣50%关税的巴西已经对外承认，伫咧关税成效率进前是无法度和美国来达成协议。I must say, member states find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and unjustified.
几6千台欧洲汽车滞留伫比利时安特卫普布鲁日港的码头。川普上任半年来，关税政策改写全球贸易。不过8月7日期限都要到啊，互人宣布30%税率的欧盟真烦恼。不过彭博社报道，欧洲已经做好对美关税反制的3阶段方案。首先是策略性打击210亿欧元的美国政治敏感州甲产业，包括众议议长强森选区路易斯安那州的大道，也有家庭甲机车。再就是价值220亿欧元的波音飞机、美国汽车甲普本威士忌。另外，还有几个欧盟国家嘛，等咧推出更加高阶的反制方案，包括对美国科技头人扣薪水、限制美国伫欧洲投资，也有禁止美国参加欧盟的采购案。8月7日关税生效日进入最后阶段。美国贸易商当地赶工，要伫截止日前，互大批巴西咖啡豆赶紧通关入去美国。拉丁美洲上大经济体巴西是目前全球去互川普去上重关税国家，达到50%。A gente tinha expectativa até uns mês, 15 dias atrás, um mês atrás, a expectativa altíssima de estar fazendo uma boa colheita, fazendo um bom preço, fazendo uma boa safra de café. E nós não conseguimos. De uma hora para outra veio uma bomba e explodiu tudo e a gente ficou sem saber com quem falar. 巴西是全球上大的咖啡豆生产国，全国有超过30万的咖啡农，其中有7%拢是小农。巴西咖啡豆嘛占美国进口量的1/3，也是真侪餐饮业者会用来套滥的咖啡豆，所以美国的消费者日子嘛会无好过。除了咖啡以外，巴西也是全球柳丁汁出口的大国，占全球出口总量的75%，佮供应美国差不多一半的进口量。这种农产品若是去关税冲击，一定会影响两边的市场。不过，巴西财长已经承认，巴西甲美国可能无法度伫8月7日进行达成协议，这嘛代表50%的关税是一定会实施。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来看咱国内一桩意外的消息，这是高雄林武今仔日透早呢，有一台轿车冲红灯，这嫌犯唔互警方甲临检，这警方是一路6.5公里外，直直到这嫌犯家己去弄到路边的变电箱，才总算停落来。也那这个意外嘛，造成附近455户是失电，差不多1点钟左右。这警方表示讲，车顶呢有2个未成年，赛车的驾驶是敢若15岁尔尔，嘛因为这车顶有找到毒品，所以即马厘清案件。前方车辆立刻靠边停车受检。仁武分局大花所警员一路放送开警报器持喇叭，要求嫌犯停车受检。因为嫌犯伫建工路冲红灯，警方查车唔停，一路就来到定清路车，嫌犯家己弄到路边的变电箱才停落来，加在人就有轻伤。趴下！趴着！车上几个人？还有没有人？没有。几个？3个。车顶拢总有3个查甫人，其中2个是未成年的学生囡仔，赛车驾驶敢若15岁。警方当时也找到2级毒品、僵尸混蛋、还有其他面甲咖啡包。因为嫌犯无照驾驶，期检逃走，佮沿路冲红灯等等。警方除了依法罚上悬126000块以外，也对嫌犯验尿，厘清是毋是有吸毒赛车情形。车内查获多项违禁品，检警依现行犯逮捕3名男子，针对无照驾驶、危险驾驶、拒检逃逸、未依号志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规，自担举发。汽车上带电的变电箱弄甲庆烟损灯，也造成附近沼青区甲凤山区有部分的路段大约455户失电。带电紧急处理，大约1点钟左右陆续复电。伫凤山区冰山街开早餐店的头家讲，才拄要开门做生意就跳电，好佳在无啥影响到。恁开始做生意啊？拄好要开门啦。有影响到恁无啊？无啦，那很早，应该大部分人都没有感觉。受影响用户有455户，经加派人力进行抢修，暂时先隔离事故区域，转供电源，于5时55分与全部完成复电。因为早起已经将事故车辆先调离开现场，台电表示已经派人在进行设备抢修，因为有对别的线路先送电，因此未影响到民众的用电需求。记者柯家珠、赵雄、高雄仓报道。宜兰苏澳一搭林家厝昨发生火灾，造成2个印尼籍的移工死亡，其中一个查某移工呢，这腹肚内底还阁有囡仔，所以拢总是3条人命全安尼无去啊。即马根据这警消人员的调查，这导火所在是伫1楼停电动奥多摆的所在。原来这意外的原因呢，敢是因为伤济台电动车做火来充电，这是还阁需要调查的。
会调警官去上尾查出导火原因，因为这栋位置宜兰苏澳店苏平路的民家厝昨发生火警，造成2名印尼籍移工罹难，其中1名查某移工也有新7个月，拢总夺走3条人命。细厝的印尼籍陈小姐向会调人员指出，导火亲像是伫1楼电动机车停的所在，现场有大量电动机车咧充电，感觉都是导火原因，也爱调查。根据附近居民表示，承租人有提供机车充电佮收费。离起火处可以很明确是在1楼，那至于哪个方位，我们要再进一步厘清。我之前怀疑说他是不是给我分租，因为我房子已经租给他，我总不可能说半夜闯来这里检查啊，我白天来是都没有看过的。厝头家也高调关心，表示厝原本要卖，唔知影细厝的陈小姐搁将厝分租出去。捌看过1楼停满电动机车，拢有苦碰过，也毋过也是发生危险的代志。我们会联系相关的慈善团体来帮助不管是承租人或者是罹难的这2位印尼籍的这个外籍的劳工。我们行政单位的部分，我们看情形给予一些必要的补助。另外2名印尼籍死者，男性是合法移工，伫工业区工作。有新的女性是最近由家机关通报失联，目前无雇主，公部门会通知家属，鼓予因必要协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针对这学生抽血换学分的风波，即马教育部呢是来检视这大师大的辅导机制。日本教育基金会指出讲，入去校园内底辅导，毋但是干那互受害者支持尔尔，这学校尤其是体育学院的文化，是要阁较需要检视甲思考的。大师大科技队抽血案，还在发展中。运动竞技下系的体育运动大楼，伫校内依然有真侪系上其他体育专长学生来训练。应该不会冲击到吧？感觉学校应该会把它处理好，这是那个对的。然后所以觉得还好。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做一些简单的一点实验，但是就是不会什么东西。学生认为讲，运油学院也毋经机系，未受到这件代志的冲击，相信校会好好处理。啊，若伫社群平台，嘛有用本系校友签名的发文，讲经机系毋是感受爱的所在，是爱认清现实的所在。该物件无一定拢互你感受温柔，啊，毋过每一项拢是生存用得到的。这些形塑过去传统的这种训练文化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辅导小组应该要检视的内容啊，因为它整个妨碍了我们运动选手的身心发展嘛。如果当一些选手会认为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或是把举发者当吹哨者当成是一个破坏我们体制或破坏我们文化的人，就表示这个病很严重咯。日本纪院长彭家良讲，辅导小组入去后，除了提供个别学生资源，包括检举迄个学生的处境，教授甲教练敢有意识思维甲带队方式，爱定学习同款重要。这是重建体育文化甲体育训练相关管理甲伦理的机会。参加辅导小组会议的大师大学生会讲，体育是伫会中提出相关的措施。把领导管理这些内容纳进教练的培训里面，让教练可以学到一些替代行为，他就不会总是要用打骂的才能控制学生或管理学生这样。因为经济系第2日的教评会拢不爱透露决议的结果，引起外界不满。协助这个案件的立委陈培如讲，现阶段的重点毋是就教练敢有要改变，上重要是爱重视规个体制内，各需要改革处理的迄寡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进前这台南市风台互台南7股西寮的布花放弃，即马佫拄到这天文大楼，所以边仔盐埕这单呢已经连续2天这积水拢无提起啊。市道176线这地势较低，所以海水是直直安尼灌入来。即马台南市的水利局是贴沙地下来应变，按算2礼拜内会完成道路掌管的工程。水利的水参路面平悬，日日开始大流。地处台南7股盐埕内底，市道176遮出现淹水，水深到半个轮胎悬，车要驶入去根本就无法度。这摆淹水毋但因为大流，主要嘛因为台南市风台时西寮一带布花有破空，损害甲真严重，加上大寮排水海水倒灌，造成某仔寮海水倒灌入去盐埕里，附近住户拢心惊惊，拢烦恼像顶日仔徛家，大家拢做水灾。水灾过，大家拢。规个拢高兴的啊！你看看库房啊，拢拍去啊！啊，即摆如果惊水灾意外，规村的人拢爱走。对啊，淹起来就爱去处理啊，无要淹起来吼，这到处就在淹下面，小啊去
所以敢会烦恼啊。烦恼啊，煞袂。水利局讲，风台过后，已经有派人赶紧去完成维护保环的补强。目前7个176线道受雨轮流失，造成地势较低出现淹水。现场已经有出动人工甲机具，冒咧贴沙地啊。因按照2礼拜完成现有监定道路加悬工程，通降低附近社区搁做大水的风险。经评估积水尚未影响社区，黄伟哲市长要求水利局立即筑起第2道防线，将于今日持续针对盐田土堤运土加高。这摆大楼对22到27连续6天，加上低气压影响，天气无稳定。毋但台南、屏东、东港、东顶里平常淹口较悬，就算即阵县府参相关单位有刷动式的抽水机进驻，毋过由于是淹水，一直到透早7点外才退水，这几天乡亲就爱特别细腻。记者陈有柯斌在台南采访报道。另外来关心的是，这屏东满洲乡的海墘啊，昨是发生一桩意外，有一个57岁的查甫人，伊带伊的厝内人去到嘉乐水来佚佗，结果无细里互海涌甲架起船安尼失踪去。这救援行动今仔日透早是继续咧进行，也那海巡署是提醒民众，这几天啊，这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南台湾这海域风涌是无啥稳定，所以民众要特别注意耍水的安全。救援人员驶着手灵船，伫海面来回敲吹。海巡人员嘛伫海岸一边行一边注意海上状况。这是屏东满洲乡嘉乐水，昨22下晡，一名57岁姓张的查甫人到港口溪耍水，伊想要搁较挖进海口捡石头，煞无注意互海涌架起。张太太伫岸边一直等无红晒，随敲电话报案。消防局紧急出动6台车、2只船、1台无人机，总共11个人去现场救援，毋过拢找无人。救援行动23透早8点继续，消防人员嘛骑水用乌托邦斗找，到中昼也是找无着人。根据了解，这名姓张的查甫人是新竹一间工程公司的负责人，要带厝内的人到垦丁佚佗，结果发生意外。一名男性民众于屏东县满洲乡嘉乐水港口溪出海口处，因戏水未按浪况遭浪卷走，天后潮汐及浪况不佳时，请远离岸际，以为自身安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指出，港口溪出海口的风涌，这2天悬度拢有超过1公尺，因有插红旗管制，禁止民众落去海里耍水。海巡署嘛提醒，这阵仔南部海域受到风台外围气流的影响，风涌较无稳定，天气变化足紧的，若要到海边仔活动，要注意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即届台南市风台呢是造成台南溪北有万外户建筑物拢受到损伤。即马为着要协助市民来重建生活，台南市政府是设3大服务据点，互人申请租金的补贴，也来提供税厝咨询的服务。另外呢，针对这防灾慰问金的补助流程嘛已经简化，民众只要申请书甲写下来，挂损害相片，也阁有即个价金曝光的影印，就会当去申请啊。台南溪北地区防灾过了，电来啊，民众开始整理家园，掩故真侪厝损害，无法度继续住，因为大部分拢是许多人住的，要申请房屋财损的补助，或者是农产补助，唔知安怎写申请单，证件也传无够，真侪许多人拢希望政府会当放定加简化规定。袂晓用啊，袂晓翕的拢请人翕咧。安尼哦。啊，搁兼讲着爱写啥写啥，迄个拢袂晓，啊，爱搁讲去运啥，迄个拢袂晓。超过30片就是伊10万嘛，超过6片就是5万嘛，嘿安尼，因为用安尼较简单的给因看，因为真的不知道。下乡里服务的部分也要求里干事定时定点的在区里面协助收件跟做说明。为了要解决这种问题，台南市政府已经要求各局处的人员到每一个区公所成立联合服务中心，或者是直接到每一个里去接受申请。特别是甲厝受损、检视有关的公务局、加财税局人员，拢到第一线接受财损的申办，逐工拢会检讨接受申请的流程，随时做调整。只要带着身份证、存折影本，还有无损的照片，填好了申请书以及领据，也就可以申办了。那市长黄伟哲呢要求一切要以便民为主，市府的相关的局处，像财税局或者是户政事务所，也会来帮忙调资料。那农损的部分呢，也请出了农会来进行协助，尽量的来弹性因应。
除了补助以外，台南市政府都发局也伫咧7个区公所、麻豆专门市政环境园区、深夜办公室设点，协助符合资格受灾户申请租金补贴，每一户一个月会当领2000到4000块，依照受灾证明会当搁再加1.2倍。解决目前居民大的问题，减轻因租厝的负担，希望会让互受灾民众赶紧恢复以前的生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外，是有家农指出讲，即届风台内菜色都起价，也毋过两价煞无起，这可能是甲大罢免有关系。这农业部是表示讲，绝对无即款代志。也那台北市两商工会也出面表示讲，这两价已经连续起6块啊，这是伫咧评估着消费者的接受度了后，才会做出卖起价决定。透早来买鸡卵的人是真侪，两价连两起，即礼拜袂起。三地介绍每台斤28块5，批发价是39块。风台过后才起价，有民众感觉鸡卵比起来是较俗，啊，不过那两价阁继续起咧。如果说真的是不行的话，你不付成本的话，当然是还是要涨啊，一体两面呐。涨不涨我都不知道多少钱，看开就对。对啊，还是要吃啊。但那些风台后南部拢是在前饲鸡场也同款。部分鸡寮厝顶甚至拢掀起来，两家也损失1成左右。饲鸡协会认为，菜色果子起遐尼济，这礼拜鸡卵煞免起，认为无合理，无法度反映生产成本。看农也是损伤也是很严重啊。从过年到现在，那个报价都偏低啊，还有涨的空间，不要让它涨。两家这礼拜维持袂起，甚至有人质疑市政府为大罢免进行监督，农业部赶紧澄清，绝对无这代志。整个蛋价是由市场机制来决定的，政府不可能也做不到，就是能够随意的让任何的一个物价停止上涨。台北市两商工会解释，这礼拜鸡卵欠货无明显，也可能透过调度现象，确实是因为已经连起2摆，评估到消费者接受的程度，所以这礼拜袂起，按过认为有缘会阁起价。这可能也是要考虑到一下民众观感，你不能说一个起凶凶。但是我要讲说，当然我觉得还是对有涨价的空间，没有错。农业部评估，两家损失不到20万只，也未影响鸡卵生产产能。按过饲鸡协会呼吁，市场也有落价空间，希望农业部协助争取，针对风灾和鸡寮受损，农业部用专项补助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交通意外来关心的是新北市万里，伫今仔日早起发生一件真大的车祸，这是一台沙石仔车甲国光客运相撞，双方这车头拢猫落，这驾驶甲乘客拢总有15个人着伤送病院，其中一个乘客是救无回来。那警方初步调查是这台沙石仔车驶无好势，出过对向的车道，才造成这桩事故。那目前这详细的原因也阁需要厘清。消防人员用各种机具，要甲调伫咧车内的沙石仔车司机救出来。伫新北市万里区的庄仔厂公车站头前，23早起7点50分左右发生一件车祸，有一台载着钢条的沙石仔车，敢若是车司机控制，驶到对向的车道，甲一台国光客运给撞到，两台车的车头拢弄甲密密毛毛。车祸发生迄当阵，拄好万里派出所的警察赛车经过，就是落车到3港救人。开启里面的那个安全门，然后从车厢的车斗陆续的救出啊，我就在车斗外面把他们一个一个先接出来。我们初步调查这台大货车是在下坡路段疑似失控，那偏离了它原本的车道，驶向对向车道，然后撞上迎面而来的公车。新北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启动大量伤患后送机制。初步了解，这台国光客运包括驾驶有41个人，除了27个人无大碍，已经家己离开，其他包括沙石仔车司机、国光客运驾驶甲乘客14个人送病院。其中一位30几岁男性无喘气心跳，送去病也是救不出来。一位病患到院已经欧卡，就是说没有呼吸弦跳，然后瞳孔放大。那经过我们急诊团队急救30分以上，人宣告不治，非常的惋惜。这台国光客运的驾驶以前并无违规记录。国光客运讲，公司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到3港协助死伤的乘客。如果后面是刹车的问题，保险公司也会协助我们跟他们求偿。
警方讲，沙石车是毋是有违规车载，抑个详细车祸的原因，抑个会调查。也希望民众若是有经过看到代志发生的经过，会当主动提供行车记录器影像，协助警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有民众指控讲，昨暗伫台中的北屯区海天桥散步的时阵，去捡到一支互人乌白乱弹的电火条，结果骹腿受伤，拢总是提到11针遐尔济。因为这当地呢是当咧进行改善的工程，互人这支是公家机关来违法，也毋过建设局是否认，目前已经报案调查。陈小姐怪罪今日记者会现场，伊出面控诉2日暗伫台中市北屯区尚德公路一段的海天桥人行道散步时，睇到一支乌白弹的路顶，现场无任何警示标志。造成伊正脚的腿部受伤，添12针。走路走一走，路上突然来了一个那个路灯的那个杆子，结果就撞到他，流血缝了11针。当下我心里想说，万一如果是老人跟小孩，看要怎么办？等到事发地点，当地当咧做台中市府和客户花甲桥梁景观美化改善工程。工程单位23早起伫人行道抗塑夹笋，海边将受伤的路顶已经无看。台中市建设局表示，协助了后随到现场勘查，初步判定毋是建设局工程的路顶交通布置顶了件，已经将路顶扫走，避免有民众受伤，佮报警查办，赔偿责任归属。本局立即派员至现场勘查。初步研判非属本局工程料件，为避免再有民众受伤，已立即将杆件移置，同时也报警查办，持续厘清来源及责任归属。这支野树的路顶，和市府刷到事发地点附近工区的路边，经过媒体翕了后，是由建设局工程包厢载走。台中市环保局表示，若确认这个物料是工程废弃物，行为人会当以废弃物清理法罚6000的罚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4段呢，昨是来出现一个长度1米半、深度2米的大坑，因为这地点拄好伫咧金华巷的工地边啊，所以有民众就怀疑讲，这可能甲建案是有关系。目前这个坑已经补好势，也那详细原因还阁需要调查。这条路来来回回车真多，因过路中刷落一坑，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随采3角水提醒过路的车驶边过，惊讲愈来愈大坑。2日下昼5点多，晚下班时间，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4段路中突然间落一坑，长1公尺半、2公尺7的坑，里边都是金华城建立的基地。这个建案应该没关系，因为它原来的地下室就已经是地下7层，那也没有打掉的，就是稳定的，所以也并不是因为它的连续壁施工影响道路的这个部分。虽然这个坑无愈来愈大坑，不过民众质疑是毋是甲建案有关系，相关单位也伫咧担心，讲是毋是有可能因为管线漏造成。在整个掏空的区域里面，有污水管以及自来水管的一个存在，后续会针对这些渗漏的一个管线的区位进行开挖，去确认渗漏源之后，去做到完整的一个土壤的整个流失的一个抑制。要乌开看，管线无破无漏。监管处讲，即马上新的工地监测资料拢伫咧安全范围内，已经派人灌浆，先将这坑吞好边。不过为什么突然间落一坑，也怪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土坑来看，新竹县的中正国小呢，最近是当咧做工程，无想到这完工了后呢，吊车经过篮球场的时阵，这土卡煞熊落落去，加在即马拄好是歇落的时间，所以是无人受伤。目前是先甲管红门土厂甲补起来，也那教育局是表示讲会找厂商来检测讲到底敢爱会注意的所在。也有议员呢是指出讲这校园地基是有风险，建议应该爱乌开来检视。吊车咧那踏入去坑内底，这坑是伫咧学校内底，因为新竹县中正国小趁歇热咧做厝顶的排水工程，完工了，吊车准备要走，经过篮球场的时，土卡熊踏一个大窟窿落去，加在无人受伤，管府也赶紧派人抢修。你会不会担心小朋友在学校安全啊？会啊。怎么样？那边也是很安全，我看的都是。上面的那个都是那个很软的。学校正进行天沟改善工程，那改善完成后，吊车要驶离
就陷入了那个下线处，尽速将下线处予以警示为理，并紧急处理后续的那个下线的改善范围。那学校也另提出篮球改善的计划。有新竹议员讲，去年学校做整建工程的时阵，就捌凹出建筑废弃物，后来甲教育局提出篮球场整建计划，想要到计划还未通过，就出问题啊。议员就呼吁县府得要重视校园安全。操场，它在去年进行整修工程的时候呢，也就发现了，就是说有相关的废弃物混填的一个状况。为了学生的安全呢，应该要进行全面的开挖工作，那么来保障学生的权益，同时呢，也要进行整个这个地基的检测。教育局指出，目前是先管安蒙图紧急抢修，后续会调出相关资料，找厂商找出原因，也检测其他有疑虑的所在，确保师生安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台中市消防局接到报案，讲有2个登山队拢总16个人伫八中央山脉，经过台中尼无溪的这个营地时阵呢，因为溪水涨悬，所以无法度落山。这消防局伫评估水位有较降了后，是用绳仔甲受困4天的16个人全部平安甲救倒转来。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于114年7月19日上午6时26分接获民众报案，俄西营地有16人登山团队受困。22日上午水流趋缓，搜救人员立即以双组绳架设横渡系统，并测试安全性后，于上午10时52分顺利将受困16名民众依序救出。这搜救人员是用绳仔帮助16个登山客全部拢甲救出来。这个意外呢，主要就是在山顶连续几日天拢落雨，溪水涨悬，登山客唔才会掉伫内底，无通去落山。这几日这消防人员是有持续甲送物资予这登山队。昨昏伫现场呢，有评估这水位是有加较稳定了后，顺利甲16个人全部拢救出来，而且嘛陪伴因去到登山口。咱看今年第7号风台环视阁今仔日早起8点已经形成啊，预计这拜4甲拜5就是上晚近咱台湾的时阵。台湾的北部呢是有局部性的大雨，也若中南部伫过昼了后，嘛可能会出现雷公雨。专家是提醒民众，目前这假期也是当咧活动，所以最近有可能会出现3粒风台做伙加的情形。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已经伫拜3早起8点形成组。今年第7号风台环视阁有可会继续向琉球南方海面行。伫伊继续向西刷动的过程中，受限环境条件，拜5半暝到拜6可能都会减弱会。热带性低气压进入到中国甲马祖一带，拜4拜5这2日是上晚近台湾的时阵。在25号的晚间会来到台湾北方的海面跟东海南部的近海这个地方，因此到时候在24到25的时候，大概比较偏北风或西北风的情形，北台湾下雨情况，基隆北海岸北部地区要注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的情形也会比较大，会放在中南部地区，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在天气上面的变化。目前西太平洋当处伫季风低压活动期，一旦条件适合，就可能真经发展做风台。气象专家嘉信祥表示，未来1礼拜的天气系统主角就是活动的季风低压区，除了环视阁之外，热动扰动 99W 甲热动扰动 98W 拢无排除有机会增强为风台，不过对台湾影响较小，可能出现3台当灾。至少在3天左右可能会有3个台风在热带里面存在的一个状况发生，并不算罕见。以我们现在的情形来讲的话，就是先关注这个第7号台风它的移动跟趋势，我想是比较关键。气象署提醒，除了最近几日要注意当天发生23这日7拄到天文大楼，台南、高雄、新北、基隆、宜兰，伫保留期间，沿海第7街的地区要注意海水倒灌造成的积淹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个丹那市风台是造成南部地区真严重的灾情，部分地区呢，这信号甲网络拢断去，甚至有的电视到当时也无法度通看，互当地人是真恶来接到外界的消息。业者是来承诺讲，会伫7月底专门来恢复电信的信号，也那电视业者嘛讲会加派卡手来处理。另外，即马为着要来提悬未来灾害应变的这个能力，数发部嘛已经咧规划未来的预算，强化咱的通讯论性。
但那些风台甲南部算得甲真厉害，部分地区的信号和网络断去，甚至有的电视嘛无法度看，互当地居民真恶接受外界消息。电信业者回应讲，目前已经派人力加强，上近7月底就会当全面恢复在前的信号。另外，电视业者嘛讲，电视信号的线路需要配合在后的中建，已经加派卡手，希望量早恢复。来看哪一些这个基地的涵盖情况，会做所有这种叫做频改优化的工作。我们定目标7月底能够完全维护这个整个用户的通信的品质。因为它的断感尾感需要清理，所以它会把全部的缆线收掉。所以这3区呢，我们不是抢修，而是要重建。好，那重建的过程，我也紧急加派人力。国家通信团部委员会表示，目前信号也无改好的原因，和目前建设的是临时的基地台有关系，已经有派行动基地车去支援。也毋过目前车的数量无够，未来和各单位参详，敢通增加数量。另外，数发部表示，经过这届风灾，迄是台湾应变的能力也无够，亲像提供卫星信号的基地车，敢若20多台，未来嘛继续增加基地车的数量。卫星中继台都散出去的都还不够，那我们也已经开始盘点，就是说今年的预算跟未来跟在后复原的预算，可以优先让 NCC 现在管的这100多台通讯车都先把支架装好。数发部嘛指出，目前已经和各业者咧参详通信的基地台会使共用，嘛开始安排未来预算，希望会使全面加强通信的系统。灾害若是过来，才袂造成通信中断的状况，互民众会使安心。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的是，即马北半球是真烧热，规个巴尔干半岛呢上热有热到40度遐尔悬。希腊的观光景点卫城呢，还阁因为伤过热，所以昨是暂时来关5点钟。户外的工人是暂停作业，也那观光客也拢避去到远的所在。希腊日头正美，伫雅典国会大楼头前的示威全副武装，徛甲规身躯汗，爱边仔人斗相共吃汗。第3摆遭到热浪，气温较袂着到40度，互来到遮观光的游客也感觉是挡袂牢，较紧找迎接日头的所在。So it's been a little tough so far. Been in the heat, not the greatest feeling ever. I didn't really plan for this, didn't really know there was a heat wave happening. We had to wake up at 5 o'clock, start our traveling early. We visited all the beautiful seasides here. Lots of water, lots of ice cream, and sunscreen. 上受欢迎的古迹景点卫城，日场内拢无人，原因是气温按算会升到43度。所以连续2日，为中到12点到下晡5点暂时关起来。另外，巴尔干半岛最近已经遭受第3摆热浪，观光景点因为伤过热，影响游客。当然，伫外口的工作者也用要白天白当。劳动部指出，伫雅典甲其他的所在，包含快送员、外送员甲建筑工人在内劳工，爱为中到12点到下晡5点暂停工作，因为气温按算会升到43度。有严重健康问题劳工也被建议婉拒工作，避免热衰竭。伫蒙地内哥罗的考古遗址，专家也感覺是熱甲真艱苦。Летно време е малку потешко затоа што дополнително на прашината имаме и високи температури, некогаш и плюс 40 како што е денеска. 伫意大利南部有热浪，西西里岛居民甲观光客想尽办法，有的秘伫阴影之下啉水，不少人也咧替雨伞，或者是提出小型的电风。顶礼拜发表研究指出，为2014年7月以来，因为野火摧毁食物。雅典周边部分地区的土表面温度超悬10度，这热浪按算会转好，不过民众爱准备，甲这么热的天气长期抗战。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来看国内离这大罢免投票已经剩无几天的时间啊！即马两边的阵营呢，拢全力来动员。今仔日一个透早呢，双方是徛伫路口，计600公尺安尼咧拼场。部分的国民党立委呢，是互人质疑讲，连这电视的说明会都无去，就是心虚，唔敢面对选民。726风雨无阻，踊跃投下，不同意罢免。过72点钟，就是726罢免投票。国民党代表市议会党团和市长蒋万安做伙徛路口帮立委催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同款动员出来支持罢免团体，双方离大约600米，互相在化休。当然还是有一些市政的行程，但大部分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因为都完全配合我们立委的时间，照规定来请假。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利，台湾需要你。下架不是任的立委徐小新，罢免徐小新就
特别市是强强滚，不过罢免新北人为张志伦林德福的团体。不反讲，因两个人领处理无出席16号公办电视说明会，心意阁无要意说明。林德福批评讲，林翰林受训动员反背民主。人民问你们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敢回答？为什么你们不敢出席？宁可去公祭？那种人我不必跟他讲什么，因为我认为他一点理念都没有，跟他讲。罢免甲反罢免双边拢有无同的策略，见到人发起人赵少康被王美车队扫过，而最后决胜的关键就是投票率。有的时候呢，这个仇恨力量啊，比爱还大。这个反对罢免的人呢，他就觉得说我支持人赢得很好啊，那现在叫他再去一次，他的意愿就未必会那么高了。If China takes Taiwan and breaks through the Pacific defense line, who will be next? 另外，台湾 Action 公民罢免影片计划，23推出选情最后的影片，导演朱思倩希望向国际发声，强调罢免绝对不是哪里的对决，是台湾代替世界站出来面对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北海猪的数量即马已经剩无50只，即马为着要更加了解这北海猪的品性甲因数量的变化，荒野保护协会甲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是做伙来举办北海猪的培训课程，要培训一甲志工利用千里镜甲无人机来记录台湾北海猪的影像。一群人伫中滨工业区的山西水道边，摕千里镜观察到北海猪的影像。荒野保护协会甲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合作举办北海猪陆地观察的课程，除了要互民众知影北海猪保育的困境，嘛要培训北海猪的观察志工。伫上课时阵就有讲到，迄北海猪即马拄到迄开花的问题，所以就来遮看卖因即马的现况是安怎。是希望把白海豚现在遇到的困境推广给更多人知道，然后也教他们怎么在岸边做入关，进行入关。一整天的课程之后呢，就可以参与当作是入关的志工。主办单位指出，目前台湾北海猪的数量剩无50只，海上风电开发的噪音加干扰对北海猪的生态有真大威胁。这届课程有安排陆地观察加无人机教学，要来观察北海猪的品性加数量的变化。有诶几啊只可能伫海面下骹咱看袂到，啊若无人机飞出来的时阵，咱就有法度去记录伫海面骹佫有几只，啊咱家翕起来，咱嘛知讲伊的行为是啥物。希望了解咱北海猪的生态的特性跟是不是受到周遭开发的影响，所以咱来做这安尼记录，来互开发单位甲政府知影讲，咱的开发行为爱安怎受到限制。保育团体表示，过去的观察记录都捌发现风电业者的施工船干扰到北海猪，或者是施工的飘线铺球影响北海猪的活动范围。透过观测，会当了解工业开发甲环境变化对北海猪的影响，这拢是真重要的保育参考资料。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为着要保障这云林县农业的能力呢，县政府是来举办就业博览会，整合各乡镇的农会内部农务师，拢总是190个人。若准通过这面试，就当经过农会来派工。伫这块大树的前后，拄好是离奇稻仔要报产的时阵，云林的农民正无闲。虽然即马报产大部分拢是用机器，不过一寡工课也是爱人工。你要一时一刻较可能，无可能啊，但嘛是爱切太艰苦咧，对不对？像你来讲啊，工作4小时，然后啊无就加班电话钟啊，那天气允许啦，无当热安尼啊。云林县是农业大县，不过即马人口老化，少年人拢出外打拼，造成县内农业常态性欠工数是到3000人以上。所以县府7月26日就业博览会召开2000个课，包括各乡镇农会要找190位农务师。那这些相关的一个农务师的工作，目前的薪资是以时薪来计算，每工作1小时的话，基本工资是190元，那再加上农业部补助的50元，所以时薪的话是240元。那相关的农务师每天工作的时候，还有交通津贴50元。云林县政府罗清楚讲，农务的工课虽然真辛苦，不过农务师基本薪水比一般的服务业薪水较悬。民众若想要找头路，除了到就北会农务师专区登记，会当直接去农会问。若面试通过，就当随媒合上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伫花莲大地震了后，这道路区国家公园到今呢是敢若台北线天祥到道路区口受限制性的开放。即卖为着要来复兴观光产业，花莲县政府是特别邀请到旅行业者来探路草。伫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塔比多步道，因看到天祥美景，暗过者伫个0403大地震了后，观光受严重冲击。台北线天祥到太鲁阁口的路是路苍苍，有名景点山月川，阁是互大石头拢拢海去。三月村的部分是请那个国土署，就是以前的营建署，国土署的北工处会帮忙我们哈，还有长春市的部分也有。为了解太鲁阁国家公园的中期情形，花莲县政府特别邀请旅行业者组成观光立线团，去天祥太鲁阁口顶重要景点，希望透过实地勘察来探讨中期了后安怎去开放。太鲁阁开放到哪里？有哪些的步道是可以由我们的游客可以自行去走？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大家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各种的管道跟大家来去做说明宣传。除了了解景点开放进度以外，也针对导览设施安全动线，希望旅行业者到3港评估。觉得这里是真的可以进来，只是我们会受限在管制的时间内。假设你是早上要8点之前进来，那或者你就玩半天，那我觉得这里的半日游是很可以被推的。导游甲旅客是建议，地震了后爱互大家重新熟悉太鲁阁，应该结合在地部落文化甲自然景观，推出特有的行程设计。不过前提也是观察安全性，若无也是无法度吸引游客。记者综合报道。休乐期间，这蒋渭水文化基金会是来举办台语的营队，希望透过音乐、绘本，甚至是搬戏等等的方式，替囡仔来起造全台语的环境。有营队的老师是讲，这参加的囡仔呢，只要有开嘴讲，安尼就有机会来学真台语。金牛、臭鹿、乌鸡。伫台顶教囡仔12星座的台语要安怎讲？老师问问题，囡仔拢积极抓手要回答。不过，若要求囡仔用台语回答，可能就无法度像华语遮尔练当。老师希望透过鼓励，互囡仔开嘴讲台语。他教说动物比赛是。你会讲台语？我是会讲台语啊。我讲台语是会讲较慢，爱想较久。但我讲国语的时候可以讲很快。我在这课学到了。那个星座怎么念？处女座，然后下手座，然后摩羯座。蒋渭水文化基金会伫台北有举办台语营队，今年已经是第2档举办，活动拢总有5天。基金会甲内湖的立山国中借场地，真侪老师拢替家己的囡仔报名，也有老师因为后学期爱开始教台语课，所以嘛专工来听课，学教课的方式。这学校有一寡老师，因为因后学期要开始教台语啊，因可能头一届接上，因可能嘛唔知讲要安怎教啊。想讲阮遮有一个营队吼，有一个营队伊会当过来，然后个看嘛讲阮安怎教小朋友来做一寡互动安尼。台语营队用音乐、游戏、广告的方式，互囡仔有讲台语的环境。伫咧湘北、基南和台中等等，拢有办营队。营队老师讲，有的囡仔甚至听无台语，不过这就是学正台语的过程，需要用耐心，豆豆啊，甲咱的母语捡回来。记者台选谢桂玲台北报道。世界潮流界来关心的是英国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是来展出一种小型的食菜的恐龙。要毋过呢，因为分类是真复杂，所以今年才总算互人鉴定做全新的物种。一约5000万年前，伫美国西部掠走的小型食草的恐龙 Enigmacursor， 伫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一个永远的新处。Called it Enigmacursor. Enigma means puzzle, of course, and this is in reference to this sort of complicated naming history of these sorts of dinosaurs. Cursor means runner, so this is in reference to the dinosaurs' very long hind limbs and very big feet. 一副完整佮神秘的骨骸，大约1公尺长。专家推算速当时还未成年，大汉了会当到180公分长，宽度大约64公分。伊所存在的侏罗纪后期恐龙已经进入大爆发的黄金时代，含剑龙、牛龙等等超大型的恐龙做伙生活。伊脚细粒子，脚手尾掠真高走，来闪避异地龙这款会甲伊掠去食的恐龙。这个时代考古对小型食草的恐龙研究较无够。这副掠走的骨骸，捌方认为是1970年代发现的侏儒龙，不过后来进一步研究发现讲是全新的物种，也甲演化史其中一部分的空白填补起来。
And it also shows us what these late Jurassic ecosystems were like. They weren't just dominated by huge long-necked dinosaurs or huge predators, but also a cast of characters of smaller dinosaurs that are making a living in different ways. 研究人員咧調查美國化石寶庫莫迪森地層嘅管叢時，發現真濟甲這副咧走嘅骨骸無同，但是同一類型嘅小型恐龍骨頭碎片，認為小型恐龍嘅多樣性可能比以前理解嘅更較濟。公司新聞是會中朋友。下晡晡的天氣到底是如何呢？天氣報你知，帶大家做回來了解。北部地區29度到35度，中部地區是30度到36度，南部地區30度到34度。東部地區是28度到32度，也那外島地區28度到33度。一個未來3天嘅氣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謝你的收看。明仔同一時間，咱再相會。